哎，你是不是没有绑绳子？哎，完了，搞砸了，我绑了呀。想好好表现一下，没想到大意了。绳子应该是松掉了。我信你个头啊！妈，这还有很多是给王大爷家带的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没事没事，路上掉的咱找回来就行了啊。这次先饶了你。走吧，大少爷，一起去捡化肥。我自己去。那你慢点儿。庄小满，我怎么脑子里全是你？林夏，少添点柴，火太大了。哦，你好好帮我打下手，今天掉化肥的事儿就不怪你了。你还跟我计较？早知道我就不去了。嘿，说你两句，你还不乐意了。林夏，过来，干嘛？过来，尝尝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好吃吗？还行吧。你是要把我烫死吗？行，出锅。这一大清早的，神神秘秘的，带我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，你可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人。小心啊！有这么神秘吗？跋山涉水的。到啦！当当当当，欢迎来到我的秘密基地。哇，怎么样？这些全部都是我种的。未来呢，我要在这儿建一座鱼池，养鱼的水会通过水泵传输到上层的蔬果区，经过植物的过滤后，水最终会再次流回到鱼池里。你的这个构想，是一个小型的生态循环系统啊？难道这些就是你留在村子里的原因？现在这些只是个雏形罢了。啊，这些东西都是你一个人摸索出来的？边摸索边改进嘛。庄小满，你果然很特别。哦，对了，你千万不能跟我爸妈说，不然他们又该说我浪费时间做不切实际的事儿。傻瓜，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优秀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别怕！什么情况？怎么又摔了？我该怎么办？
别看了，放我下来啊！他现在在想什么呢？庄小满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喜欢上你了。回去还是洗一下吧，花房的水不太干净。没关系的。那个，我刚刚从花房摘了一只。庄小满，苏子峰，庄小满，你想我没有？啊，好了好了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对了，林仙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学弟苏子峰。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这位是你朋友吗？哦，他是我，庄小满的未婚夫。这么主动，以前不都是我来说的吗？你离婚了？哎呀，这说来话长，不是你怎么来村子里了呀？一看就不怀好意。当然是为了见你。地理杂志这次有一个美丽乡村的专题，我是专门负责这次拍摄的。哦，那真是好事儿啊！那你带我去一下你们村委会呗？行，我带你去。你没变样啊！你也没变。走啊，林仙。哦，有点自作多情了呀，林仙。李书记，那我带他去村里转转。骑车注意安全啊！好，放心吧。好了吗？好了，走吧。出发。走。你先回去吧。哦，不就是个学弟啊，至于这么高兴吗？走，去看看。看什么？坐好了。看那边。哇，好美。还有我们这边。呀，马尔开沟里哈，子峰。就是情深缘深。哦。哎，子峰，那边特别漂亮，我带你去那边。停停。嘿，在哪？嘿，你别给他们看见啊！我没事的时候就会一个人来这儿，你听，河流声会让我觉得特别安静。嗯，这么偏的地方，真是一点防范心都没有。啊，还有这儿，你看，这两边全部都是毛竹。毛竹啊，毛竹4年之内只不过长到3厘米，到了第5年之后，会以每天20厘米的速度而增长。这就叫做深耕细作笃前行，一朝收获终有成。你还是跟学校那会儿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子枫，
你这次来的特别对，我们大东村有特别多美的风景，到时候我都带你看看。好啊。你小心点。没事没事没事。那小子故意的吧？还好吧？我说你这个未婚夫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着急啊？我着急有什么用？我给你看个东西吧。这是我吗？对啊。不是，我说这个角度拍照，真亏你想得出来。你也可以的，来，你也试试。我不会这个。相信我，你可以的。把手给我放开！这小子他绝对故意的，不是他绝对有猫腻。你也不用这么激动吧？行，你冷静，我去把这小子的手给剁了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你去啊。你这次啊，一定要多拍些照片，给我们大东村好好宣传宣传。嗯。小马。哎呀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学弟苏子峰。原来你就是子枫啊！我经常听小满提起你。你好。怎么回事呀？是，我来帮你。谢谢小满，谢谢。像小满这样单纯美丽的女孩，真好。嗯，我倒是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。是吗？子枫，你喜欢吃什么就自己拿哦，别客气，当自己家。这阿姨自己做的包子，好吃。谢谢。阿姨，你做的包子真好吃，让我有种自己家的感觉。这么快就来袭了？那你呀，把这就当成自己的家啊。嗯。既然这么投缘，不如你认叔叔阿姨做干爸干妈吧。有这个必要吗？那我就是你姐夫了。我爸妈呀，要是有你这么优秀的儿子啊，做梦都会笑醒。请吧，给叔叔阿姨敬茶吧。我真的会谢谢你。别，没了。来来来，别客气。哦，怎么？好烫，好烫！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吹吹吹吹。我看看。没事，宪刚他也不是故意的。真是马马虎虎。我带你去用凉水冲一下，走。哎，去冲冲，去冲冲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。来，小林，没事，给，吃包子。谢谢阿姨。快吃。庄小满，他是故意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疼吗？不疼。还好伤得不严重，不然可怎么办呀？我没事儿，宪哥也不是故意的。林宪也真是的，都怪他不小心，不然可怎么办？庄小满，阿姨叫你，什么事儿？你自己去问他。子枫，那你自己先涂一下。你可真喜欢给别人擦药啊！他滑板还留着呢。风，你马上开学了，跑哪儿去了？快回来！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，我在追求我的幸福呢。太久没练，我都不会了。没事儿，有我在，我肯定让你重新学会的。庄小满，我们
们什么时候去地里啊？问你们，地里今天没有活了呀。那你鸡喂了吗？我爸早上喂过了。哦，那你继续玩吧。林宪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？是啊，宪哥，小马的滑板就是我教的，你想不想学？不用了，没兴趣。怎么这么不合群？我们继续吧。好，上。妈，哎，你看见我滑板了没？没看见。奇怪了。哎，林宪呢？他呀，出去了。他说到小卖部找江浩了。那我去看看。去，注意安全啊！嗯。我就不信，我还学不会了。不就是滑滑板吗？谁还不会呀？喂，猴子，林宪去你那儿了吗？啊，他没在小卖部。哦，好。千万别看到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糟了！林宪，什么情况？我的滑板。哦，来，我扶你起来，来。哎，你不是说对滑板不感兴趣吗？闭嘴！小马，该走了。哎，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我们今天只拍摄大东村的人，宪哥好像不是大东村的吧？想甩掉我？没门儿！咱们一块儿去吧。宪哥不去也行，我怕忙起来照顾不到他。一起吧。正好我刚吃完早饭，想消消食儿。往后一点点。对，好，不动哦。
能请你帮个忙吗？你要干嘛？我可以帮你啊。不用，浩哥，你今天也是我的模特。这次出来我没有带摄影助理，没事。如果宪哥不想帮忙也可以，大不了我多待几天，是吧？离线，你快帮他一下。你最好拍完赶紧走。生气了吧？这才刚开始。说吧，怎么帮？待在这儿别动，保持画面的干净啊！就这？相机对于摄影师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，你帮我看好点啊！有东西，稍等。哦，什么东西？你别弄，妆会滑。好，可以了，别动，我来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摆一下 pose。云谦，这你都能忍啊？我都快看不下去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子枫也是为了摄影在调整嘛。别紧张。这再怎么说，人家小满现在也是有未婚夫的人，这个苏子枫也不顾忌着。稍微的。苏子枫，我看你今天是不想好好拍了。拍摄还没开始呢，你干嘛呀？离线，你干嘛？放开！我不放，放开！你先放。你能放手？小满，你也是的，你都是有未婚夫的人了，你也不注意着点。说什么呢？小满和子枫就只是好朋友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是啊，宪哥，你是误会了。你自己心里明白。子枫拍宣传照对大东村来说是件好事儿。你就不能跟他保持点距离啊？你要是再这样，就先回去吧。你是想把我气死吗？来，继续拍。按照刚才那个姿势，好，好，OK，别动哦，可以往侧面一点点，笑一笑，来。江浩，你那手能不能自然一点啊？你学学小满，学学小满，可爱一点。好，来了，来了，3、2、1。再来2张，再换个 pose， 换个 pose。好，最后一张啊，拍完就收工了。3、2、1，好。你拍完了没有啊？不是你催什么催？你看不见吗？我，这个拉我这个，这个。你刚刚不是说相机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吗？我怎么办？带子要断了啊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林轩，你快下去救他呀！我不会游泳。你没事吧？哎呀，简直胡闹！演砸了吧？别装了，有这么冷吗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真幼稚。但你也不能害我呀。难道是我推你下去的吗？来，喝点热水暖暖啊。好。但是你明明可以拉住我的呀。我当时是可以拉住你，
但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想起你说过，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，相机比他的命还要重要。这是不是你说的？林姐，少说两句。我救了比你命还重要的东西，你是不是更应该感谢我？小满，你看着我一个病人，林谢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刺激他了？子枫都着凉了，你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不行，这是我的床。你就不能让他一天吗？小满，我有点头疼，要不你先让他出去一下吧，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。快走快走，走吧。庄小满，你去干嘛？子枫今天受凉了，我去帮他把衣服洗了。他自己又不是没长手。人家都虚弱成那样了，我帮他洗衣服怎么了？我看你是真没脑子。随便你。哎呀，眼前这幅画面，真是让人身心舒畅啊！说吧，你来大东村，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你应该知道啊。小满，还是我来洗吧，小满。哎，你别过来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没事，我来。汤来了，来。哎呀，菜齐了。哇，好多菜。子枫，你今天一定要多吃点，这顿算是你的庆功宴了啊！放开了吃。来，来，筷子。耗子你也吃。那我们开动吧。小满，你做的好好吃啊！你就多吃点啊。这个好吃。这是你最爱吃的，我专门给你炒的，来多吃点。谢谢。仙哥挑食啊？还不是想留给你吃啊？毕竟明天回市里了，就吃不到小满做的菜了。你多吃点，不然你滑滑板没力气。我谢谢你，当我傻呀？我滑回去。要不我们一起举杯，预祝子枫摄影作品再得奖，再得奖。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仙哥酒量是不是不行啊？这酒很烈的，别名叫三杯吐真言。酒量不好的人可不要喝多啊。好好吃啊！金威，这个给你做的。哇，还吃点。哎，有，你等我一会儿。你们慢点哈，一定得等我回来啊！酒量不好的人悠着点儿。子枫，你悠着点。你忘了吗，小满？我是戏里的千杯不醉呀。倒是宪哥，也不知道这酒量还行不行。今天都是自己人，要不别品酒了吧？说这。他们这什么情况？哎，你们不能再喝了。
说了不能再喝了。哎呀，我没事。林倩，真有你的。林倩，你会的可真多。林倩，小心小心，慢点啊，可以吗？不能喝你就别喝，喝那么多干嘛呀？都说了这酒不能乱喝，醉成这样多难受。静雯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子枫，你明天还不是要走吗？你明天能来送我吗？好啊，明天几点？庄小满，我们演戏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已经分不清楚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。静雯，快来。你能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静雯，我能不说吗？那我来说说我的心事吧。小满，你记得吗？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有喜欢的人了。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你还说你想为他变得优秀，然后为他留在城里。对，他家世好，长相好，能力好，一切都很完美。除了身边总是围着很多的女人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但我还是努力地留在城里。我想再靠近他一点。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哎呀，你快说吧，谁呀？是林羡。林羡。但我这次回来，我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特别的快乐、开心，所以我是真心的祝福你们。小满，我希望你好。静雯，其实我和林羡之间就是假的。我是为了不再被相亲烦扰，我才让他假扮我未婚夫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小满，我之前一直很担心你和林羡在一起会受到伤害，你们没有在一起太好了。为什么这么觉得？你从小就在大东村长大，但林羡不一样，他不属于这儿，你们两个注定是不同世界的人。
领线！领线！领线！你怎么还没走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不走了。你有那么爱种地吗？别装了，这儿没人。我知道你跟小满假扮情侣的事儿了。谁告诉你的？陈静雯果然没骗我。原来你们真在假扮情侣啊！我跟小满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从大学就开始喜欢小满，你别想借火。喜欢一个人，时机也很重要。我不会放弃的。我回来了。哦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杂草多吗？杂草倒不多，不过看起来该除虫了。哦，除虫先不着急。他怎么了？大黄，过来。这几天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啊。小满她怎么了？这女人没完了是吗？这有椅子，你自己坐会儿。等一下，昨天小满跟我说，你和他之间的一切都是假的，对吗？她真这么说？难道一直都是我想太多了吗？林宪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。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不可能，我不属于这里。果然，跟静雯说的一样。不是说不着急除虫吗？这几天一直躲着我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我提醒你，不要忘记和我的约定。难道那天陈静雯说的是真的？我记得，不需要你提醒。答应别人的事情我不会食言，我会继续好好假装你未婚夫的。记得就好。你还叫我配合你演戏？看来是我把你想简单了。原来这些日子，你的那些关心，都是装的。没错，你演的那么逼真，我都是跟你学的。
好，那你以后不用装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有些话一旦说出口，可就不能收回了。你以为我想说伤害你的话吗？小满，小满，妈，小满不好了，小满，小满，怎么了？家里大火偷了腊肉，往山里跑了。我睡了半天不见了。不着急，妈，我去找啊。给这些你拿着。他一个人没问题吗？哎，小林，你也赶快去啊，快去呀！大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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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爷，有没有看到我们家大黄呀？往那边跑了。谢谢啊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么大一条黄色的狗？没看，没看。大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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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黄。绊倒了。哦，原来大黄是为了救这只小狗才乱跑的。你好。大黄的绳子被缠住了。马上天黑了，我们先去花房那儿歇会儿吧。走吧。走吧。走吧。这庄小满摘个野菜，摘这么久，还不回来，好饿。这应该熟了吧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还挺好吃。林夏，林夏，林夏，醒醒！
怎么了？怎么像是喝醉了？嗯，怎么就剩这几个了？喂，醒一醒！啊，你是不是吃了没煮熟的菌菇啊？菌菇汤很好喝。连汤你都喝了？小满，你的脸好软啊！笨蛋，吃这些没煮熟的蘑菇会中毒啊！喂，哎，乖，我问你啊，你吃了几个？我吃了，你猜？我问你呢，你到底吃了几个菌菇1、2、3、4、5个。哎，还好。虽然不要命，但恐怕明天早上可能清醒。我扶你进去吧。来，外面冷，我扶你进来。哎呀！小满，你真好看。我好难受。你哪儿难受啊？我看到你跟苏子峰在一起难受，你躲着我我也难受。我觉得我们之间不是假的。我也没说是假的呀。如果刚才的你是清醒的，就好了。我怎么睡这儿了？你昨晚吃了没煮熟的蘑菇。你还记得昨晚的事情吗？昨晚怎么不接呀？说话。这么久没音讯，
我得确保你还活着。那你现在确认了，我挂了。等一下，这2天我一直在想，你会不会喜欢上那个女人，毁坏我们之间的约定？我喜欢她，但她……不过我想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应该不会这么天真吧？像你这样的人，应该不会这么天真吧？昨天晚上的事儿，我想起来了。这一路都不说话，他在想什么呢？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是不是该主动点？准备做饭呢，需要帮忙吗？你帮我添点柴吧。行。你和林宪昨天到底怎么了？忽然间会想起拂面暖风轻轻，我微醺，想起你温暖我的心底，忘记全是。是大黄昨天不见了，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发现旁边有一只受伤的小狗。天色晚了，我们就地取材做了吃的，结果林宪他食物中毒了。食物中毒？严重吗？没事，还好吃的不多。人没事就行。那还是有点事儿的。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来，子枫，喝碗汤。谢谢阿姨。小满做的汤实在是太好喝了。那你多喝几碗呗，别撑着了。是啊，宣传照也已经拍完了，你多喝点，明天好上路。你可闭嘴吧你！子枫，你喜欢就多喝一点，别客气。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。怎么了？我今天早上导照片的时候才发现，相机坏了。啊！鬼才信你！里面一张照片都没有了。不会吧？那可是你辛辛苦苦拍的呀！啊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那只能重新拍摄了。有些人啊，就是不想走。还要多久啊？那说不好，相机坏了，那寄回去怎么着都得维修几天。哎呀，子枫作为摄影师，肯定也不想这样的，对吧？没事没事，不行啊，让子枫多住几天，再拍一遍啊。子枫，你别有心理压力，我们一起解决。那重拍的这几天，我能住在你们家吗，小满？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。那个，家里确实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那凭什么他能住，我不能住啊？那不一样啊，那小林是我未来女婿，他不住这能住哪儿？反正就几天，要不林先跟子枫挤挤？你说的倒轻巧，你怎么不跟他挤一挤啊？那怎么行？静文可是一个人住，那要不然你跟我挤挤吧。我谢谢你。小卖部那么小，怎么挤2个人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就住我家吧。成了，漂亮。林宪，你跟子枫挤一挤。那
挤挤就挤挤吧。我去收拾东西了啊！哎，你吃点儿呀。这家伙怎么没完没了的？嗨，哎，住的挺不错的呗。哟，练着呢。我这一来，你是不是挺慌张的？哼，故作镇定。跟你说话呢。真是盲目自信。慌张？那倒没有，只有嫌弃。你不觉得我这么住下去的话，会完全把你取而代之吗？你做梦吗？你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他吧？我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。林羡，我敢保证，我比你真心。你这是幼稚。不如你主动放弃吧，你觉得呢？你要干嘛？你干嘛呀？说不过我，动手是吧？你已经输了。子枫，你真的相信昨天晚上林羡和小满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我觉得林羡最大的优势就是近水楼台。如果你明天真的走了，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追求小满了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觉得你得跟林羡一样，住进小满家。我也想啊，但是他们家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那有没有多余的房间，首先取决于你能不能留下来。陈静雯，诚不欺我。万事俱备，只等小满。爸妈，你们搞这个干嘛？这谁呀？不知道。这是子枫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对呀，林羡他把我赶出来了。小林，不会吧？哎，他那个房间那么小，住2个人肯定是挤了点儿。不行不行，你不能住在这儿，这帐篷漏风你会感冒的。没事，叔叔阿姨，小满，你们早点回去休息，不用管我，我将就1晚上就行。晚安。子枫好歹也是客人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过分了，林羡。今天先挤一挤，将就一下，其他的明天再说。你也就骗骗小满。林羡，大半夜的不许再闹了。你赢了，承让。睡着了都不消停。
庄小满，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，我要疯了！干嘛呀？这么晚了。你过来，听听怎么睡。这么可怕？这的确没法睡。是你同意他住进来的，你得负责。怎么负责？你说怎么办吧？那个，我房间只有一张床。那你就陪我干坐着，我睡不着，你也别想睡。怎么不讲道理？就这样干坐着？那你还想干嘛？我想睡觉啊。我的意思是，要不要弄一些吃的、喝的，聊聊天什么的？没心情。你明天就把苏子峰给我赶出去。这不好吧？人家这次专门来大东村拍摄的。那以后他一把我吵醒，我就来你房间找你，大家都别睡。你怎么这么霸道啊？我想想办法啊。先睡会儿，你想一想。我先想想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想想。你是在梦里想吗？哎，你想到没啊？庄小满，庄小满，睡这么快，真是会耍赖啊！你睡觉也不老实啊。庄小满，放开我！睡着了还这么大力气。算了，先睡了。
人呢？哎呀，他不在，我终于可以把人整上床了。啊！发生了什么？喂，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这下说不清了。我先起来了，你再睡会儿，被你妈看到不好。嗯。你为什么从小满的房间里出来？唉，这还得感谢你，昨天把我给赶出来。你昨天睡在小满的房间？你俩不会？你俩干嘛了？昨天？哎！告诉我你干嘛了？昨天？兄弟，给我讲。阻止分先生在吗？哎，您的快递，请您签收。快递？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相机？我没买啊。看着真不错。你相机不是坏了吗？这是我赞助给你的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说送就送啊？现在有了机器，可以开始拍摄了吧？拍不了，这天气太阴暗了，光不好，拍不了。这光怎么就不好了？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你是外行，不懂里面的门道。这看着好像差不多吧，但其实天差地别，这会大大影响我拍摄的质感。那你说什么时候能拍？得看天气的造化了。但是好的天气难得一遇。我看你啊，就是想赖在大东村不走了。是又怎么样？你哇，好美呀，这里。这边。到了，林仙。哦，子枫说他马上要离开大东村了，想要找点灵感，我就带他来这里。阴魂不散。哦，哇，小满，
这些都是你自己种的吗？对啊，这些全部都是。哦，最近都是林宪帮着我一起打理的。以后我也可以帮你一起打理。啊。哎，喂，你怎么了？不是说好这里是我们的秘密吗？怎么谁都能来？人家就是想找点灵感，我也没有理由拒绝呀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回去干活了。走。你稍微笑一笑，你稍微笑一笑。哎呀，干活有什么好拍的？小满，你看我这样浇水够吗？我看看，再来点吧，再来点就差不多够了。好。哼，你干嘛呀？你不帮忙，别在这捣乱好吗？怎么了？我劝你善良点儿。打你！你没完了是吧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就是故意的。讨厌的！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还得去江浩那儿拉化肥呢。林宪，你去吧。那拍照的，你这么闲，跟我拉化肥去。我没时间，我跟这儿拍照呢。那小满，你跟我去吧。哦，好。啊，没事。走吧，不就是拉化肥吗？小意思。快点啊！小心你的手啊！小心你的手。这么大块头，这么没用。慢点啊！你别小瞧人。飞得慢慢的。大摄影师，干不了这些粗活儿，就别干了吧。小意思。嘿，稳着点啊！别动，坐好。你让我开会，就一个。查到苏子峰的来头了。说，他确实是年少成名的天才摄影师。他与庄小满在大学期间，两人关系非常好，很多人都以为他们俩人是情侣关系。那到底是不是？没有当事人官宣，无法确认。哦，对了，苏子峰拿了巴黎艺术学院的 offer， 但是他还没有确认要不要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今天晚上我会死死盯着你，你绝对别想跑到隔壁房间去。那你可要盯好了。你一睡着就打呼噜，你一打呼噜我就睡不着，我就打住，打住，这样好吧？只要我一打呼噜，你就踹我，行吗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你可别后悔。可以。
这是你自找的。你还真踹呀！没完了是吧？今天晚上我不睡了，我死死盯着你。在哪儿？就在那个进门书桌旁边第2个抽屉。啊！人呢？找到了。你昨晚干嘛去了？你觉得呢？林宪，你挂我电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有事就说。林总，你要的项目材料。现在乡村振兴政策非常好，我们的新项目在资本市场很受欢迎。爷爷，你把我留在大东村，就是让我自己发现这一点吧。您真是有远见。这个项目可能是解决我们集团这次危机的关键，尽快推进。好，林总，你还要在大东村待多久啊？董事长那边快扛不住了。现在业内已经开始传言说你们林氏不行了，你们的股票也跌得很厉害，你再不抓紧时间，我也帮不了你。好啊，那我们的约定取消吧。你可要想清楚，拒绝了我，你们林氏一定会完蛋。做你唯一不走之一 I want you 又干嘛呢？鬼鬼祟祟的。你搞清楚，这里是我的房间。你才搞清楚，这里是庄小满的家。你还不是男主人。是不是你说的算吗？你我说的都不算，要庄小满说的才算。林宪，快下来帮忙！哎，你们两个在干嘛？我只需要1只，就它了，这只适合做白斩鸡。没用的东西。看起来很棒啊！
端走吧。还要往里面加什么调料吗？只需要用刀把它切成块儿，记住别切太大块儿。好。用刀切块儿，简单。这可是我妈最喜欢的盘子。你完了，保不了你了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小满，做什么好吃的嘞？啊，小满，你怎么这么马虎？谁叫你切鸡直接放盘子上切？你看把盘子给我切的。阿姨，是我，对不起。是小林，没事没事，以后小心点。妈，是不是你最爱的盘子嘛？哎呀，不就一个盘子吗？咱家盘子多的是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你亲儿子呢。你看这孩子说的，女婿跟儿子不是都一样吗？哎呀，看这火还没关呢。算你幸运。重新抓。子枫进展顺利吗？怎么，想放弃了？我心里没底儿，也不知道小满对我什么感觉。其实你和小满认识的时间比林宪早，按道理来说，你们的感情基础更好才对。你说，如果我跟小满表白的话，他会答应我吗？我只知道，如果你说的话，就还有机会；但如果你不说，小满这辈子都不会知道你的心意。你说的对，让我好好想想。看来苏子枫并不能阻止小满喜欢上林宪。林宪，你竟然敢拉黑我的电话！当初我们约定好的，我家帮林氏渡过难关，我们就在一起。我也给你时间去甩掉庄小满这个麻烦。你现在这么对我，就不怕林氏会完蛋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路遥想得到的东西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你考虑清楚，如果你毁约，林氏一定会破产。原来林氏已经不行了，那小满……小满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，每天在你面前上蹿下跳的，你好像根本就看不见。我路遥想得到的东西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路遥，这个路遥该不会是……你就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解释的吗？跟你要解释什么？虽然我们陆家很看重你，但我的眼里可容不得一粒沙子。
这是我的事情，不需要你来提醒。如果你不把那个女人的问题处理好，你是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。原来林氏早就不行了呀。静雯，你叫我给你带的衣服，谢谢浩哥。你不打开看看吗？这个是杂志款。我买房款就只是买个款式而已。这可是我特意为你订的。有没有看出什么来？哦，现在的房款做的越来越精细了。老板，哎，来了来了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去吧去吧，我走了啊。来了。喂，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昨天有没有一位男士在你们这儿买了一条5800元的女士长裙？稍等，我帮你查询一下。好的。是的，是有一位姓江的先生，在1个月前预定的。谢谢。哎，林总，小谢，我应该怎么知道一个女生的戒指尺寸？林总，我问一下，你要准备干什么呀？你在干嘛？借滑板玩一下。滑板？你睡。慢点儿。静雯，静雯，这个给你。黄山旅游，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呀？我网上参加问卷答题中奖了，白送的，你去玩吧。浩哥，你可以自己去啊，爬山放松放松。我这不是有个小卖铺离不开身吗？这个笨蛋想约我，要说出来啊！哦，这个券是1人1间房的，你也可以跟朋友去玩。或许我以前是错的，我应该给浩哥一个机会。那要不我俩一块儿去？真的吗？还是说你的小卖部没你不行啊？不是，那个，你等着我，我现在就去收拾行李，你等着我啊！
你等着我啊！子枫，来这儿干嘛呀？小曼，其实有些话，我早就想跟你说了。你说，怎么这么严肃啊？小曼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呀，你是我最亲近的学弟。我不想以学弟的身份喜欢你，可以吗？嗨，你别开玩笑了。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从大学那会儿开始，我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。直到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这种不一样就是喜欢。子枫，我不想伤害你。但是我也不想骗你，你在我心里其实一直都是弟弟。你是不是喜欢上烈姐了？可是你们一开始就是假的呀，我怕他。我不怕。小满，你子枫，对不起啊。小满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洗好碗了，来接你回家。忽然间，
那我们回家。拂面暖风轻轻，我微醺，想起你，温暖我的心底，忘记全世界都不喜欢的话，是你。可以把我推开。好想唱首歌给你听，属于你和我的旋律，想回到过去，过去再也不过去，我已经习惯我和你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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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满，我走了，原谅我没有当面告别。其实我是看到你报名了轮滑社后，才去学的滑板。在你毕业前，我有好几次都想鼓足勇气告诉你，苏子枫，我不想只被你当成弟弟来对待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但每一次我都害怕被你拒绝后，我们之间连朋友都做不了，所以没有说出口。来大东村之前，我收到了心仪学校的 offer。不是我说，现在我已经做好决定了。这个角度拍照真亏你想得出来。你也可以的。我去巴黎了。前面为了吸引你的注意，我的有些行为比较幼稚。喝点热水暖暖啊。现在我明白了，那不是爱，只是我不想在生命中留下遗憾而已。你替我把滑板送给林显。另外，祝你永远幸福。大爷，捎我一段呗。让了吧。再见，子枫。庄小满，再见了！冲啊！别喊了，收好。好嘞。昨天林仙他终于向我表白了，我们在一起了，生活就这样一天一天的，
美好而平淡的过着。他跟我说了很多他以前的生活。以前的他，忙碌冷漠，除了工作，不把任何事、任何人放在心上，看起来让人羡慕，但过得很累。他告诉我，他喜欢现在在大东村的日子。林谢慢慢学会了种田，虽然他还不是很熟练，有时候还会闹些小笑话，但他真的很认真。最近他在地里忙碌，我在家做饭。现在的我们很幸福。林夕，过来吃饭。好。林夏，洗手过来。饿了吧？这儿也是。哎呀，这边也是。好了，我自己来。小马，哎，吃饭呢？哎，光伯，光伯，一起吃点啊。家里做好了，哎，你们吃啊。好。哎，快吃吧。嗯。尝尝这个鸡蛋，好，补一补。快尝尝。嗯，你自己也吃。嗯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事，放松一下就好了。你以前没插过秧，肯定这次不习惯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怎么可能比你还弱啊？我种田都种习惯了，你跟我哪有可比性？你手都这样了，我来喂你。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我喂你，知道你饿了，来块大的。这次真给我吃啊？真的。真好吃。不吃了？你怎么还生气了？我喂你，我喂你。怎么样？回想好吃。起尝尝虾。湖面暖风轻轻，我微醺，想起你，温暖我的心底，温
全世界都是你。眼里又长虫了，你今天记得一定要检查好了再喷药。对了，千万不要。知道了，要均匀，不能喷的太多太湿。那我今天就不陪你了，我要去后山除草。早点回来。注意安全。知道了。董事长，大头村到了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你们就不要跟来了。可是林总还不知道您。先不要告诉他。好。老朋友，我来看你了。这里不错，依山傍水，环境优雅。以后我也会来这里陪你的。老爷爷，哟，这不是小马吗？爷爷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孩子，这里都是你一直在打理吗？对呀，我隔天就会过来一次。打理的不错呀。我从小爷爷就跟我说，他爱这里的山，这里的水，还有这里的土地。老钟，我来陪你喝点儿，省得你寂寞。您是？小姑娘，你怎么来这里呀？我来看我爷爷啊。你爷爷？老庄是你爷爷？你是他孙女庄小满？哎呦，好啊，老庄的孙女都这么大了。您认识我爷爷？哎，何止是认识啊！我跟你爷爷是老战友，想当年你爷爷还救过我的命呢。那我爷爷要是知道您来看他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一定会，一定会的。爷爷，我做了点馅儿饼，您吃一点再下山。那就吃点儿。尝尝。好。我要像我爷爷一样，用我的方式守护着这里。好啊，你爷爷果然有个好孙女啊！大东村现在是越来越美了。
您要是多留2天就好了。我也希望在这里多住几天呢。林仙，爷爷怎么来了？啊？这位爷爷肚子饿了，我先带他回家吃饭。你忙完了早点回来。走吧，爷爷，前面拐个弯就到我家了。好啊。他们2个怎么认识的？爷爷，你不是饿了吗？多吃点。随便吃。真香啊！哎，还有其他客人没到吧？要不等大家一起吃吧？林叔，我们家没那么多讲究，趁热赶快吃啊！来点儿。行，那就来点儿。少倒点儿，这酒是你自己泡的，后劲儿大。高兴，来我们家吃饭啊！好好好。来，多吃点菜啊！好酒，好酒啊！这酒呀，是我们自己家泡的哦，好喝。爷爷，您多吃点菜，再喝酒。好的好的。来，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他是你爷爷？你看看，都忘了跟小满说这回事了。当初啊，就是你林爷爷和你爷爷给你俩定下的婚约。您说啊，您是贵客，咱们怕是怠慢您了。我可不希望你们把我当成什么贵客，我反倒希望你们把我当成亲家。来，吃菜，多吃点啊！好，我给你满上。爷爷，你为什么没告诉我，你跟小满早就认识啊？我要是早告诉你，就你之前那个样子，你会愿意去慢慢的了解小满吗？那还真不会。小满是个好孩子，我之所以把你留在大东村，就是让你慢慢的跟他相处，慢慢的去了解他。不愧是我们林家的老头子。爷爷高明。我们林家现在确实有困难，不过我不会拿你终身的幸福去做解决危机的筹码的。看来，爷爷已经知道我和陆瑶的约定了。放心吧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。那，你跟小满的约定马上就要到期了，之前的婚约还退吗？我会给小满一个完美答案的。臭小子！进。种田这种事情急不得，你下次一定要量力而为。这点活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不用担心我。还逞强，嘴中硬手还要不要了？
小满、小林，下来吃饭了。今晚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不用啦，你的小卖部好几天没开门了，顾好你的小店。那行，正好林县有东西让我给他送过去。林县，什么东西啊？就要了一些什么灯带啊、气球什么之类的。那我现在去给他送过去。他要这些东西，是要庆祝什么吗？他要跟小满求婚了。求婚？他根本就不爱小满，为什么这么着急向小满求婚？林县已经催我了，我得赶紧给他送过去。你去吧。那你慢点啊。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这个林县明明跟陆瑶牵扯不清。不行，小满这么单纯，不能被他们莫名其妙的伤害。喂，陆小姐，我有你想知道的消息，见个面吧。陆小姐，你好。说吧，你有什么有关林县的重磅消息？林县要和我的好朋友庄小满求婚了，就在这几天。我不相信林县有那么大的胆子，他不想要挽救林氏了吗？这个消息千真万确，我今天来通知陆小姐，就是希望无论林县和你有什么样的勾连，都不要牵扯到我的好朋友。500万。什么？我给你这个数，帮我破坏他们的婚约，让林县离开庄小满。陆小姐，你是不是有点太瞧不起人了？反正你也不希望你的朋友庄小满受到牵连，这笔买卖你不亏。他说的也有道理。那这样，500万再加陆明资本项目部总监的职位，足够你在海市站稳脚跟了。我得到了我想要的，小满也不会被那个渣男伤害，一举两得。成交。林县这2天早出晚归，神神秘秘的，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。大黄，你看见林县了吗？你知道林县去哪儿了吗？小满，静雯，干什么呢？哎，我等林县呢，1天没见他，都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。都这么晚了，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那给你的，送给我的。你总是想着我。哎，那
你今天是去城里了吗？对，我一大早就去了，见了个人，然后才回来的。见了个人？谁啊？静雯，你不是有情况了吧？快说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？对，果然瞒不住你。真的假的？你快给我看看他照片。现在还不行，我还需要解决一些事情才行。好吧，没事的，静雯，你只要幸福就好。小满，你放心，只要有合适的机会，我会让你认识他的。小满，我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你好。我走了。你回去小心点啊！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小满，明天晚上我一定会让我们的婚约成真。终于全部搞定了。林夏，如果小满知道你为了向他求婚准备了这么多，他肯定会答应你的。一定会的。林夏，你以后一定得对小满好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你放心吧。来，提前为你庆祝。哎，你就喝一点嘛。来，谢谢你帮我。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？来，干杯！林夏，你跟小满订婚之后，是会选择留在村里呢，还是会去城里生活呀？这个暂时还没有想好，但是我会尊重小满的意见。真好。我、静雯、小满，我们仨从小一块儿长大。现在小满身边有了你，而我和静雯也……你和陈静雯？前段时间我们出去玩了一趟。静雯现在对我也不太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了？其实很早之前，静雯就跟我说，她想嫁的人绝对不是像我这样的人。不过这一次，静雯她却说，其实留在大东村也没什么不好的，还说我跟她可以试一试。她真这么说？是啊，我也觉得挺意外的。来，恭喜你们。谢谢。浩哥，浩哥，静雯，浩哥，好漂亮啊！静雯，哦，我叫静雯过来的，我这不怕咱们的酒不够喝吗？静雯，这里好漂亮啊！我给你们带了一点小菜，还有好酒。林轩，你过来呀！好。林轩，对小马好一点。至于之前我跟你说过那些话，你就当做没有听到。
反正现在呢，我已经放下了，所以你们要幸福。什么话什么放下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没什么啦。总之呢，之后大东村3人组就要变成大东村4人组，干杯！来，为我们的大东村4人组干杯！干杯！嘿嘿嘿。来，这。林轩，我不能喝了。明天你就要跟小满求婚了，今天喝酒要尽兴。来。没酒了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我们下山吧。林轩这酒量也太差了。一会儿喝多了发疯，我可扛不住。静雯，这是我要喝多了。静雯，静雯，那个林轩，我先送静雯回去，一会儿你完事了也赶紧回去啊。你们回吧。静雯。小满，明天我要给你一个惊喜。林羡，我不管你和陆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但我绝不允许你把小满牵扯进去。林羡，林羡，你昨晚怎么没回去啊？小满刚刚电话都打我这儿来了。昨晚有点喝多了，到现在头还有点晕。我刚刚跟小满说你昨晚喝多了，睡我家了。不过这事我瞒不久啊，你赶紧回去吧。行。你帮我把这里看一下，头疼死了。你这酒量也太差了，我以后都不敢跟你喝了，赶紧回去。